近日，香港明星鄭中基嘅離婚糾紛引發廣泛嘅熱議。據港媒報道咧，男方提出每月僅支付8000港元撫養費，而呢兩個仔女就讀嘅係國際學校，單月嘅學費就超過成萬蚊。呢一場明星嘅婚變，將離婚撫養費嘅標準爭議推向咗公眾嘅視野。咁到底8000蚊港元究竟係屬於合理嘅範疇啦，定係顯著失衡呢？特別係當父母處於內地同埋香港嗰陣時，子女嘅撫養費究竟以乜嘢作為標準呢？根據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1》嘅第49條規定，撫養費嘅數額可以根據子女嘅實際需要、父母雙方嘅負擔能力同埋當地嘅實際消費水平嚟確定。有固定收入嘅撫養費，一般按照每月收入嘅20%到30%嘅比例嚟俾；有特殊情況嘅，可以適當咁提高或者降低比例。如果按照呢一個標準，當事人如果一個月嘅收入10萬蚊，撫養費理論上面係可以達到2萬到3萬嘅。而根據公開資料顯示，鄭中基名下嘅資產超過6億港元，咁8000蚊港元嘅撫養費只係佔咗其總資產嘅0.13%，係遠遠低於司法解釋嘅基準比例嘅。另外咧，周律師同大家分享下兩個真實嘅跨境離婚案例。案例1，當事人係江西南昌嘅阿珍同埋香港嘅阿強，佢哋離婚嗰陣時咧，阿強係長期喺香港工作嘅，月收入大概5萬蚊港元，而南昌法院將兒子判俾阿珍，阿強每月俾3500嘅撫養費。案例2，當事人係深圳嘅阿芬同埋香港嘅阿康，離婚之後，兒子判俾母親阿芬，阿康佢月收入6萬蚊港元，折合人民幣大概係55000啦，最終判咗細路仔嘅撫養費5000蚊一個月。呢兩個案件都係由內地法院管轄嘅，參照內地嘅法律同埋本地嘅生活水平，確定撫養費嘅基準，同時咧結合當事人嘅舉證能力以及子女嘅客觀需求，適當咁提高撫養費嘅金額。上述案例反映咗跨境撫養費標準裁判嘅3大核心原則。第一，管轄權主導法律適用，受理嘅法院喺跨境案件當中係優先適用本地法律，並以當地嘅生活水平作為參考標準嘅。第二，生活成本動態平衡機制，法院喺確定撫養費嗰陣時會結合子女嘅實際居住地嘅消費指數。第三，收入比例失衡嘅司法警示。兩個案件都揭示咗跨境撫養費普遍存在比例失衡嘅現象，明顯低於法律規定嘅20%到30%嘅基準線。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啦，跨境婚姻嘅解除建議提前做好3方面嘅準備。第一，保存子女教育醫療嘅支出憑證。第二，梳理對方持續性收入嘅證據鏈。第三，搜集對方其他嘅財產線索，包括動產同埋不動產。最後，遇到法律難題，務必諮詢熟悉兩地法律嘅婚姻家事律師。